林憶蓮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過去一年，Sandy 一共唱過34場回響 Resonance 巡迴演唱會，走遍深圳、廣州、北京、上海、澳門等地，來到2026年的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顧名思義，演唱會的製作將會重新構建，為香港樂迷特別設計專屬歌單。林憶蓮相隔9年再於香港舉行歌唱，為港樂迷特設全新歌單，以廣東歌作主軸。林憶蓮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走過時間，在這裏與你們重遇，全新舞台，專屬歌單，敬請期待。林憶蓮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走過時間，在這裏與你們重遇，全新舞台，專屬歌單，敬請期待。